天凉快，可以，今天应该不会出汗水。昨天晚上汗水把眼睛都找湿了。好了。上去然后雪儿，哎，带钟哦，看错了，我以为是取针呢，我以为是18堂取针。带钟杨雪儿，秋季也回了，上拿布老福，今天应该在28度左右。长塘口这里，今天中午34度左右。温度的话，每天都33到34。明天温度最低是19度，就这几天都是23度，也就意味着晚上有可能会降雨。因为成都这边发生夜雨嘛，一般都晚上下，你白天起来，早上取车的时候，你看车上全是水。以前是选的下泥巴，后面经济不好了嘛，就污染比较少，就是水那个透明的那种水珠，不是就主要是经济的问题，经济不好了就污染的企业少，关了就少，关了企业多了。今天星期五人比较多，好凉快哦。凉快哦！这种风吹了就直播的话，那架子就受不了，要倒。好了没有啊？啊，没有这么快，哎呀，内伤的嘛。内伤？啊。我的也是内伤。我的脚趾头也是内伤，我就是指甲长到肉泥了。那要等很久哦。有流眼泪比较多。
专门有人守着，不然自拍的直播间就要倒。去跳舞吧，去前面跳舞。现在观众没有以前多了，以前罗马没开，这边一般都是1200-1300左右，平均每天现在人少，500-600人吧，以前就翻倍嘛。现在以前派出所要管，现在就没事儿。对了，以后问一下，应该像限哈达随便限，限花应该慢慢都现在减少了嘛。对，吹风了嘛，看后面那个树叶嘛，看嘛，这个风应该有5、6、5级吧，4、5级左右。这个摇啊摇啊摇啊摇船那个姿势。这又有台风了嘛？成都那边是一般不受影响。
别做起来呀。夜下呀，得找那张做你家呀，就该就那就也接，得找样给看这里呀，得找样给看这里呀。家长咱们想呀，得就那咱现在想呀，得就大有你的姐，得就呀啦人可怜呀，得就呀啦人可怜呀。什么下呀？下课路上给别那扎呀，对三位看多做把钱，你把啥那扎呀得哩呀？你把啥那扎呀得哩呀？你把啥那扎呀得哩呀？东山没来呀，那个是小泽、小西西，还有那个熊二。
把精神搞得紧张兮兮的。好神奇，对啊，不会咬，一般不会。基本这个切换的话，1秒钟都没有，就是一直连着跳。胸站标这里有一个橙色的容易死的，橙色的容易他的，橙色的容易他的。他们3个在一起基本不用，基本都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基本有些歌曲他们不用排的，都是动作都统一的。3只大老虎，不是小老虎，都是2说书的。17节传，不是，是丽丽的吧？差有这么长，因为我先看到显示屏里面的，显示屏你看的不对，然后再看一个那个。他其实很喜欢小朋友，他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。看他看他，快去跳，快去跳，等会儿就结束了。卢浮宫庄的里面的其中一首。
2块5。有点贵哈。哇，相机都是歪的。粉红色的是雍儿呢，7级走马，7级走马，我们直接叫雍儿，雍正的妹妹。雍山我们叫雍，老三叫雍山，老二叫雍儿，老大嘛就是雍正嘛。下。今天跳起舒服，应该是这段时间有在最舒服的一个，最吹风的嘛。你看后面的树叶子，今天周五，然后4点多就开始堵车，家门口。老多少房嘞？
么心思，那手机支架肯定要倒。8点半了，8点半了嘛也。8点半14。这个。学生都是有时间都要过来的，8点半都要来。说话寂寞都搞不来，真正让这点记住。说话上不生涯出来，俺有钱就点写住。对，这样不知道，这样夸的最好。哎，跑过来了。2不也来了，然后右2。这是境外的美少女团队。对，吉祥八宝。那雍正这边的还没看到他嘞。来了吧？
过去了。转圈儿。人生心酸。看看今天晚上就不看，搞不懂。完了，昨天晚上非常看，应该是10点半以后。耳环掉了吗？没有吧？磨耳朵嘞，亲过去。说的
边跳边唱。这三个跳最好的，看好他们三个。不然啊，不然后面。
手报恩了。Hello， 哎，你我以前不是摸过这个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们两个小朋友，他咬不咬我？不讲究，不讲究。他不咬人吗？他不咬人的吗？不咬人。那他舔不舔？他要舔。你们两个，他在跑，他跑哪去了？是手抱着。摸了很多次了嘛？好可爱。对啊，你摸了几次？很久了。它的猫好多呀。对。它的猫还多。你们以前经常摸它，是吧？现在也摸很多次。啊。有啊，博美，它是什么题目叫博美？这名字叫四蛇报恩了，很久没放了。这都到不亚比赛，这就中央。我
他们给他加油，听到他在给他们加油。9点，他8点到，没到。不用剪指甲。他不需要剪，他自己摸，他每天在家跑的，磨掉了。不要把它打一打。哇，好凉快，好凉快。你跳的最好，倒不是最好吧，就是说你动作比较好。相国之声的嘛。我喝美酒嘛。那用这一场，我把苦
该唱的，开场的音乐。我想抱一下他。不能，他腿没好。还没好啊？对啊，没走啊。跳一下青龙咖啡嘛，哥哥。啊。青龙咖啡区有。好。青龙就是昨天跳的那新的。新的。昨天我没在，不是群里有呀。群里昨儿他们群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我们群在这里。他在群里面。好凉快啊！所以就可以直接过来呀。这个小的，这个是哪个的？都说的，因为很那个熟。阿比。啊！哎，阿比，现在叫我。收嘛，直接收了。你要真口对。赶紧跑！回家爸爸。不对。老婆。别的多肉的，可以多肉的。跳吧，男女的。一般3秒。我有着干么痛的，用咱们的心所罗列吧，把分罗的心，到处没干的所个决定，到处没干的所个决定。那什么路？没有了，只有1分53秒，有点短这个。有点。
哎呀，9:20，排了1个小时20分钟。8点正开始。哈哈。有点那个牡丹风格，一半那种。
呀呀呀！好久没见了。啊？对，中大姐。酸的好。你这样，你要往它一样涮行不行？这个穿一样涮行不行？涮成一样的样子行。这个就是你们认识的，你们搞完没有？两个穿成衣嘛，这样子。这个是重感。对。以前你传媒学院的。哦，你里面有一件，其实你不穿外面那个也可以。我没事吧？知道我这急了嘛。也行也行，可以。自然点存在，随便。稍微站近一点点，只要不打手，稍微站近，往这边，稍微站近一点。好久，我应该有年没见到。中大姐。他准备说交团队，我说以后毕业之后再聊。
事没事，继续。这是起舞。呀，我以前我把它介绍给老王，他都发了一些，我给他改的，这个我也差不多。他跟我说肯定可以加呀，我不用付